赵丽颖与冯绍峰去年结婚，随后又传出怀孕好消息，两人合演的戏也相当受到欢迎。赵丽颖近来也接受陆媒专访，透露会选择冯绍峰的原因，还自曝在家对老公的甜蜜昵称。戏剧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有了，你有孩子了。赵丽颖怀孕，冯绍峰兴奋大笑，这是近来两人合演的古装剧情，戏外也相当切合。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在大陆点击率已经接近24亿，台湾也热播中，两位男女主角的定情之作受欢迎，戏外两人也将迎来爱情结晶。赵丽颖更难得接受陆媒专访，透露她选择冯绍峰的原因。他提到冯绍峰拍戏时会把火锅里他爱吃的菜带回来，还会煮面给他吃。赵丽颖也幸福表示，觉得老公煮的面是世界上最好吃的。赵丽颖也称赞冯绍峰很温和，很有责任感，非常有情趣，是一个真正懂得的人，这点很打动赵丽颖。还透露在家对冯绍峰的昵称就是舒儿。演员冯绍峰，赵老师从不太出来吃饭，他压力很大，他要背台词，他要准备火锅里面有什么什么，哪几个菜我知道他喜欢吃，捞起来就拿回去。有时候端个锅回去，先前两人难得放闪，一起逛公园。赵丽颖也回忆当下天空晴朗，满地落叶，说回头就能看到那个人，这就是人生的幸福。言谈间处处可见小两口，满是甜蜜。